劉慧卿，我哋咧就係非常之震驚啊！即係中央嘅官員咧，一次又一次咧係講呢啲説話，尤其是咧嗱，習近平舊年，喂嗱，我嚟親城市論壇咧就有啲阿哥阿伯咧就喺度暫亂歌病嘅。嗱，舊年習近平咁樣講咧，就大家已經覺得，你知唔知啊？佢叫晒成個團隊嘅喎，管治團隊，即係行政嗰邊、司法同埋立法，咁唔知企喺度定坐喺度俾佢訓話。咁我留意大律師公會嗰個文件第4段咧，佢就話咧，司法唔係個管治團隊嚟嘅，即係呢個你叫中央政府明白啦。但係咧，香港嘅做法咧就係三權分立。所以我頭先搭的士嚟咧，各位的士司機先生都話：佢梗係啦，我哋幾十年都係咁噶啦。如果中央而家出手喺度指手畫腳咧，佢話點解咧？回歸咗12年，人心咧都未回歸，就係因為知道佢喺度想咧，喂，我而家唔係同你辯論咧，陣間有咪俾你講啦，阿伯。即係咧，佢係想咧。係干預我哋嘅制度，而呢個制度呢，而家香港係未有民主。頭先澳門就話29個啊，12個係直選啦，我哋60個呢就30個直選。但係市民覺得呢，當你有啲唔公道呢，可以透過司法覆核呢，係去法院去挑戰政府。如果贏，其實好多時都輸。但係如果贏嘅時候，咁咪政府要守法咯。咁所以北京呢就唔中意。咁佢話香港係咩啊？香港係法官治港啊！即係唔係共產黨治港啊？嗱，所以今年呢，主持，今年9月呢，當呢個終審法院，我哋終審法院嘅首席法官李國能呢，就唔係新華社嗰度派嚟嘅嚇，佢係獨立嘅大律師嚟嘅。咁樣呢，佢突然間宣布話出年8月提早3年退休。佢話做乜嘢？佢話因為好幾個法官都會退休㗎啦，佢咁樣做呢。就令到下一手個法官，因為佢就係嗰個揀選法官個委員會嘅主席，咁啊令到佢好啲幫手去揀。喂，法官又唔係團隊嚟嘅，使乜嘅嘢啫？法官係獨立㗎嘛，所以大家覺得好奇怪。但係有人就會擔心呢，即係中央一次又一次咁向我哋嗰個司法機構呢係施壓，令到啲法官大家都覺得即係都唉，你即係你想點啊？咁啊加埋我哋個梁愛詩啊！前任嘅呢個律政司司長就話法庭就要支持政府喎，咁我唔知啲法官聽到即係點啦。即係下一次當佢判案嘅時候，如果想判政府輸，要諗下以為阿前司長話我哋要支持政府喎，咁係唔係你個個去都判你班人輸，政府贏晒呢？即係我哋覺得呢啲係唔應該㗎嚇，我唔理你哋幾嘈啦嚇，係咁㗎啦。好嘅，豈有此理！我嚟到就要講我要講嘅嘢，拉咗我一係。好，劉耀少，你聽喺字裏行間聽到啲乜嘢出嚟？嗱，我諗咧，今日個話題就係話三權合作新提法。嗱，新提法呢3個字咧，其實大家都發覺唔係新㗎啦。可以睇到，正話講習近平講過，管港澳嘅最高領導人啊。佢舊年已經講咗，係希望三權裏邊咧係協調合作，所以呢個提法唔係新嘅。如果我哋再追溯一下，其實呢個意念咧好早已經出咗嚟㗎啦。我哋可以睇翻內地一啲官員嘅研究文章，曹二寶嘅文章啊，大家可以睇到，佢已經係有好多同香港人唔係咁接近嘅諗法，已經講咗出嚟㗎啦。跟住再追溯一下，大家記唔記得03年50萬人大遊行之後？中央派咗好多人落嚟了解香港情況，跟住呢，佢哋當年嘅年底係有一啲嘅研究嘅心得出咗嚟嘅。到04年嘅時候，大家記唔記得全國人大喬曉陽落嚟香港解釋當時佢哋嘅即係話回應香港人一啲疑問嘅時候，咁如果答落去嗰啲説話呢，大家已經發覺呢，其實有啲政策呢係已經開始呢係改變緊㗎啦。只不過係冇講得咁明嘅啫。經過事後好多嘅行動，包括好多官員嘅言論嘅解釋啊，大家可以發覺有7樣嘢呢係同以前我哋嘅一國兩制嘅理解呢係有啲唔同嘅。譬如好似話個信息好清楚，佢哋認為，當然我唔係咁，即係我唔係贊成佢呢啲講法，我只係將佢哋嘅一啲傾向講出嚟嘅啫嚇。佢哋認為一國係高於兩制嘅嚇，以前一國兩制啊嘛，佢而家話一國高於兩制。跟住講到我哋成日覺得應該係三權分立嘅，但係大家會發覺呢，當時佢嘅解釋
三權唔係分立，係行政主導嘅。當時冇講到明係立法要依附於行政，更加冇講明話司法要聽行政話，但係講行政主導喎，即係三權裏邊咧，行政行第一嘅喎，係嘛？嗱，呢一個潛台詞咧已經出咗嚟㗎啦。跟住講高度自治啊嘛，係嘛？但係高度自治從行動上面嚟講咧，又有另外4個字咯，就係叫揸大放小。佢話我要揸住大事，然之後小嘅你哋香港管啊咁樣。但係乜嘢係大事，乜嘢係小事呢？呢個從行動上面咧，大家又有唔同嘅側重點啦。另外，香港人提出哇，我哋要幾時希望有普選，國內認為香港係一步到位，所以佢不斷強調係要循序漸進，係嘛？嗱，咁所以大家你發覺個意念係完全唔同嘅。跟住係由04年開始好強調04年嘅年初，大家記唔記得啊？已經引發一個叫做愛國者討論啊嘛，即係話後來帶出咗愛國者治港。劉慧卿，你哋呢啲被視為唔愛國嘅，唔使嚟啦。冇得返大陸啊！嗱，跟住有一樣嘢，呢樣嘢我都某個程度上贊成嘅，就係反對外國勢力不過佢後來擴大咗咯，擴大咗反對咩外國外來勢力喎？咩外國勢力？對澳門嚟講，我反對外來勢力喎，外來勢力包括香港喎，真係嗱。咁最後一樣嘢就係中央權力同特區嘅權力係點分呢？咁樣嗱，大家可以睇到，其實呢點呢就説明北京有啲嘅意念呢仲未改變嘅。究竟對香港人主流嘅要求係點呢？而家張曉明講呢句説話，我希望能夠調翻轉頭講一句，希望中央對香港人嘅主流睇法呢，真係要又曉又明。好，如果唔係呢，就唔曉唔明就唔掂㗎啦。好啦，咁啊，我哋多謝劉兆太提出呢7點，咁我哋休息陣間之後呢，我哋再深入啲討論下，亦都聽聽現場朋友嘅意見，好嘛？休息陣間先。